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穿这样怎么了？不是你想干什么呀？你穿成这样？我不穿成这样，我怎么跟人聊？你不穿成这样就不能跟人聊吗？行了，怎么都等齐了，你别说是我男朋友啊！为什么不能说我是你男朋友？不是，说你是我男朋友，人怎么当我白东家？这跟男朋友不男朋友有关系吗？什么男朋友不男朋友的？这不是一回事。进去，我跟你说，进去别说是我男朋友。对不起，周总。赵总、周总，我敬二位一杯。好，秦小姐，来着。秦小姐，我还真是有点喝不下去了。啊，那我再自罚一杯。啊，不用。哎，我啊，肯定啊。好。秦小姐啊，巾帼不让须眉海量啊！这杯酒我陪你，我陪你了。这就叫人不可貌相，酒水不可斗量啊！哎，不对呀！刚才秦小姐敬了我和周总一杯，唯独挖向赵总啊！赵总啊，你还要跟秦小姐单独来一杯啊？只要秦小姐愿意，我自当奉陪。跟三位老总喝酒是我的福气，赵总，我敬你。周总，秦小姐第一次喝酒已经喝多了，我替她敬你。小关呐，你可小瞧秦小姐的酒量，我看秦小姐这杯酒再喝根本没问题的，没问题，是吧？没问题，喝。小姐，你说是一定要喝。小关呐，你是秦小姐的男朋友啊？怎么会呢？赵总，我敬你。好，来，对不起各位，我太健忘了。哎，老吴，兄弟啊，怎么了？想你了，文浩。我说你小子最近怎么天天想我呀？你在北京怎么样？凑合着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的，是雹子是雨都得自己接着。你呢，兄弟？还受气呢？想死的心都有。我说你小子可别这么早就死啊，这不是为民除害吗？别逗我了。兄弟，最近孟叔怎么样啊？我也很久没去了，我也不知道。老大，我有事儿。啊。哎，光海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啊。你自己小心点。不说了，保重。秦小姐，不光你气质不俗，这酒量也不错啊！干了！其实干了一定要喝了啊！哎呀，秦小姐，这是好酒量啊！秦小姐，这次的比赛。
赛冠军你可是大有希望啊！听说选秀里有个叫孟妮的，是秦小姐大学的同学啊，是，平日里我们关系也挺好的。那秦小姐，你认为你们两个人当中谁更优秀呢？其实怎么说呢，谁优秀谁不优秀，不还得看3位老总说谁优秀，谁不就优秀了？哎，不对，我们只是作为参考，最后做决定的还是评委啊。对。我也不知道我说这话也对不对，反正就好比光绪帝吧，每天穿着龙袍，不还得听慈禧的吗？哦，聪明啊，聪明！来，老公，他们要是找我做代言，这冠军就是我的了，我就是冠军。做代言，老公，我现在一点都没喝多，我还能给你走直线，你看，哎，多稳，我一定得拿冠军，是吧，老公？我就。让你少喝点也不去。少喝点，我能拿冠军吗？就知道让我少喝点，我少喝点，我妈怎么办？我从来什么地方都没有孟妮好，我什么都没有她强，我永远都是她的陪衬，我不可能行吗？就知道让我少。知道，都知道，都怪我。亲，你小心啊，孟叔。哎，妮妮。怎么了？不小心割了一下。我看，没事儿。这么不小心呢？我今天有点累了。走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多陪陪我爸爸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冰冰，中午好，阿姨。哎，干嘛火急火燎？打开看看。干嘛给我买这么贵的包啊？喜欢吗？这包多少钱？放心，阿姨，这包不是从那5万里拿的。冰冰，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买更贵更好的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那你还不回去努力？遵命。哎，吃饭没？回公司吃。阿姨再见，冰冰再见。傻样，就一个包啊！你在这抱着乐个够呛，他那边呢？几个月都得省吃俭用吧，往后这样的过日子，你觉得会幸福吗？再送给你包，他都不配。妈，你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？铁石心肠，这是心意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就应该知道这个社会需要什么，不需要什么。有些事
你根本改变不了。强行流转的话，只会对你自己造成伤害。我不是个聪明人。好，不是聪明人，可这个社会，它也会把你变成聪明人。哎，你看看那些路人，他们有哪一个真正得到了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？你希望今天是晴天，可今天偏偏是阴天；你希望明天是雨天，可偏偏晴空万里。